大家好，今日我將為大家分享資源安全與國家發展戰略呢一重要議題。資源安全關乎國家命脈，係可持續發展嘅核心保障。讓我哋從基本概念出發，共同探討全球格局下嘅資源戰略與應對之道。資源安全與國家發展戰略嘅藍圖已經展開。讓我哋先快速瀏覽整體脈絡，從全球資源分佈嘅現實圖景出發，我哋會探討資源安全嘅基本概念，了解國家保障體系如何運轉，觀察國際合作如何創造共贏，追蹤技術創新帶嚟嘅突破路徑，最後共同思考未來可能面臨嘅挑戰與對策。每個環節都好似拼圖一樣相互銜接，共同構建起完整嘅資源安全戰略框架。資源安全係支撐國家發展嘅命脈，理解呢個概念係把握全域嘅第一步。資源安全首先體現喺持續穩定嘅供給能力上。一個國家能否確保經濟社會發展不受資源短缺嘅威脅，關鍵在於建立可靠嘅資源供應鏈，同時具備應對國際市場波動嘅韌性。更進一步話，資源安全係一個多維度嘅系統工程，唔單止要關注資源數量係咪充足，仲要確保品質達標、價格合理、環境友好，以及供給管道嘅多元化。以水資源為例，必須同時滿足居民飲用、農業生產同工業使用嘅不同標準。從更具集觀嘅視角嚟睇，資源安全需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既要通過耕地保護等政策強化本土保障能力，亦要積極參與國際能源合作，喺全球化資源配置中揾到平衡點，從而有效降低對外依存風險。當我哋談論資源安全嘅時候，首先要了解邊啲資源真正牽動住國家命脈。能源領域嘅石油、天然氣同鈾礦，關鍵礦產中嘅稀土、鋰、煤，仲有維繫糧食安全嘅耕地資源，以及可能改變未來嘅生物基因資源。呢啲戰略性資源唔單止稀缺難再生，更直接關係到國防科技命脈同產業鏈安全。但僅僅識別關鍵資源仲唔夠，點樣維持佢哋嘅動態平衡，先至係真正嘅挑戰。以能源為例，電動汽車嘅爆發式增長帶嚟新嘅需求，而可再生能源嘅快速發展又提供咗替代方案。礦產資源則需要同時關注儲量勘探、回收技術突破同替代材料嘅創新研發。所有呢啲開發利用都必須遵循一個不可逾越嘅底線。環境承載力就好似長江需要保證生態基流先至能健康流淌，礦產資源開發亦必須守住土壤安全同生物多樣性嘅紅線。呢個提醒我哋，資源安全從來唔係孤立存在嘅，佢始終喺度同生態環境進行住微妙嘅平衡。資源安全絕非孤立議題，佢似一張無形嘅網，牢牢支撐住國家安全嘅每個維度。當石油供應出現波動，直接影響嘅係老百姓嘅菜籃子價格。稀土資源短缺時，連最先進嘅武器裝備生產都可能陷入停滯，而糧食危機更可能瞬間點燃社會動盪嘅火種。呢啲看似分散嘅現象，背後都指向同一個根源，就係國家安全嘅生命線。但危險往往嚟自意想不到嘅角落。一次晶圓短缺就能讓汽車工廠停產，一條能源管道嘅爭端可能演變成地區衝突，甚至看似偶然嘅水污染事件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面對呢種牽一發而動全身嘅風險，單打獨鬥嘅應對方式顯然唔夠，需要建立跨部門聯動嘅防護網。當前國際舞台上最激烈嘅較量，往往圍繞資源展開，從各國對關鍵礦產供應鏈嘅明爭暗鬥，到對深海、
極地資源嘅規則制定權爭奪，資源早已超越經濟範疇，成為大國較量嘅戰略籌碼。喺呢個冇硝煙嘅戰場上，完善嘅資源儲備體系同靈活嘅資源外交正成為守護國家安全嘅重要盾牌。全球資源分佈呈現出鮮明嘅地域特徵，呢一種不均衡嘅格局直接影響住各國嘅戰略選擇。全球資源分佈呈現出明顯嘅區域集聚特徵。能源領域，中東地區幾乎佔據咗全球石油儲量嘅半壁江山，俄羅斯同中東則擁有超過40%嘅天然氣儲量，而煤炭資源則集中喺中國、美國同澳大利亞，形成咗全球能源供應嘅三大支柱。呢種高度集中嘅分佈格局，使得能源安全成為各國戰略考量嘅重中之重。喺戰略性礦產資源方面，分佈不均嘅情況更為突出。中國擁有全球63%嘅稀土資源，剛果、金嘅鋁礦儲量佔到全球嘅70%，而智利則掌控住43%嘅鋰礦資源。呢啲關鍵礦產主要集中喺南美、非洲同亞洲地區，形成咗全球供應鏈嘅關鍵節點。水資源同耕地資源嘅分佈則呈現出明顯嘅空間錯配。巴西、俄羅斯同加拿大三國就擁有全球28%嘅淡水資源，而中東同北非地區卻長期面臨水資源短缺嘅困境。耕地資源方面，美國、印度同中國佔據咗全球32%嘅耕地面積，但人均佔有量卻存在顯著差異。呢種資源分佈與人口、經濟發展嘅唔匹配，俾全球資源安全帶嚟咗嚴峻挑戰。當前全球資源供需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工業化進程不斷加速，對鐵礦石、銅等大宗礦產嘅需求年均增長達到5%到8%，遠超2%到3%嘅供給增速，直接推高咗國際市場價格嘅劇烈波動。與此同時，發達國家亦都喺度加緊資源控制。美歐通過必和必拓、嘉能可等跨國公司掌控住全球75%嘅礦產貿易鏈，仲建立咗礦產安全夥伴關係等關鍵礦產聯盟，使得資源爭奪呈現出明顯嘅俱樂部化特徵。更值得警惕嘅係供應鏈嘅脆弱性。2022年俄烏衝突導致歐洲天然氣價格暴漲800%。呢個案例生動展示咗過度依賴單一來源嘅巨大風險，亦直接引發咗全球範圍內嘅資源儲備競賽。呢啲現象共同構成咗當前資源安全領域最突出嘅挑戰。從資源民族主義嘅浪潮講起，印尼嘅鎳礦出口禁令同墨西哥嘅鋰礦國有化，生動展現咗資源國正在從簡單嘅原材料出口轉向對整個產業鏈嘅掌控。呢種戰略轉向正喺度深刻改變全球資源版圖。視線轉向海上運輸通道，霍爾木茲海峽承載住全球20%嘅石油運輸，馬六甲海峽更係承擔咗40%嘅貿易量。呢啲關鍵水道唔單止面臨海盜威脅，更受到地區衝突嘅困擾。美國海軍第5艦隊嘅常態化巡邏，恰恰印證咗邊個控制咗航道，邊個就掌握咗主動權嘅地緣邏輯。氣候變化政策正在成為新嘅博弈工具。歐盟嘅碳邊境稅迫使資源出口國不得不提升環保標準，而剛果、金、鈾礦因同工問題被特斯拉暫停採購嘅案例，則清晰地表明綠色壁壘正在成為國際競爭嘅新武器。呢啲變化正在重塑全球資源分配嘅基本格局。資源安全係國家發展嘅命脈所在，
而構建完善嘅資源保障體系，則係確保呢一命脈暢通嘅關鍵所在。喺國家資源保障體系呢一重要議題上，我哋需要從多個維度進行深入探討。資源安全離唔開強有力嘅政策支撐。喺立法層面，礦產資源法嘅修訂將資源安全明確寫入法律條文，不僅確立咗統籌發展同安全嘅基本原則，更通過建立戰略性礦產目錄，對稀土等關鍵資源實施特殊管控。呢個為資源安全築起咗第一道防線，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國家資源安全戰略綱要嘅出台意義重大。呢份綱領性文件將資源安全納入5年規劃，通過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實現咗能源、礦產、土地等領域嘅政策協同，形成咗系統化嘅保障體系。國際舞台上嘅資源博弈同樣精彩。通過一帶一路資源合作倡議，我哋與資源富集國建立起長期供應關係，積極參與國際礦業治理改革，逐步構建起多元穩定嘅全球供應鏈網路。呢一種多管齊下嘅策略，正在織就一張立體嘅資源安全保障網。喺資源安全保障體系中，分級儲備制度發揮住重要作用。國家建立咗由戰略儲備、商業儲備同企業儲備構成嘅3級體系，特別係對稀土、鋰等關鍵礦產，創新性咁採用咗產能、產品同產地相結合嘅複合儲備模式。當面臨資源供應中斷風險時，完善嘅應急響應機制至關重要。我國制定咗專門嘅應急預案，根據風險等級採取不同措施，包括釋放儲備、動員產能同埋啟用替代技術等，確保喺重大危機時期關鍵資源至少90日嘅供應安全。更進一步話，為應對特殊時期嘅資源需求，我國仲建立咗平戰轉換機制，通過喺重點工業基地佈局軍民兩用儲備設施，並制定戰時配給制度，確保國防工業所需嘅核心原材料供應不受影響。呢種前瞻性嘅制度設計，體現咗資源安全保障體系嘅全面性同靈活性，構建天空地一體化嘅資源監測網路，通過遙感衛星、物聯網感測器同大數據分析，實現咗對重要礦山開採量、港口物流流量及戰略資源庫存變化嘅實時監控。呢套系統就好似俾國家資源裝上咗千里眼同順風耳，讓資源流動盡在掌握。更進一步咁話，我哋開發咗基於機器學習嘅多維度預警系統。呢套系統能夠綜合評估地緣政治風險、市場價格波動、技術替代趨勢等30餘項指標，就好似一位經驗豐富嘅資源安全分析師，時刻警惕住各種潛在風險。喺建立咗完善嘅監測同預警體系之後，我哋仲實施咗季度性資源安全壓力測試，通過類比極端情景下嘅供應鏈斷裂風險，定期發布國家資源安全指數白皮書，為政策調整提供咗科學可靠嘅量化依據。呢一種未雨綢繆嘅做法，等我哋喺面對突發情況時能夠從容應對。喺全球資源格局中，國際合作正成為破解資源安全難題嘅金鎖匙。從多邊協定框架到跨境技術協同，各國正在編織一張覆蓋勘探、儲備、應急嘅立體合作網路。比如區域資源互補機制，讓能源流動更高效；聯合技術研發中心推動開採技術突破。而危機聯動案例則證明，
當供應鏈中斷或者自然災害發生嘅時候，只有攜手先至能夠築牢安全防線。區域資源互補機制，讓我哋睇到通過建立區域性嘅資源互補協定，各國可以共用資源，稟賦優勢。比如中國東盟海合會嘅能源與製造業供應鏈協同，就能有效緩解單一國家資源短缺嘅壓力。長期穩定供應合約則係另一種重要方式。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嘅長期資源供應協定，比如天然氣20年採購合同，能夠確保關鍵礦產能源嘅穩定流通，大大降低市場波動對產業鏈嘅衝擊。最後，標準化規則體系亦不容忽視，推動國際資源交易規則標準化，好似稀土出口配額認證體系咁樣嘅舉措，可以顯著減少貿易摩擦，提升資源流通嘅效率同透明度。呢三方面共同構成咗多邊資源協定框架嘅堅實基礎。跨境資源技術合作正在打破國界限制，共建跨國實驗室嘅模式。比如中沙光伏技術聯合研究院已經喺清潔能源同稀土提煉領域取得突破，資源利用效率提升超過30%。區塊鏈技術嘅應用讓跨境資源溯源成為可能，礦產護照計劃能即時追蹤鋰、鈷等戰略資源嘅流向，有效壓制非法開採。人才交流方面，東盟與海合會嘅工程師交換專案正在推動深海採礦同頁岩氣開發等尖端技術喺全球範圍內嘅快速落地。呢啲創新合作模式正在重塑全球資源技術版圖。當國際資源市場出現突發危機時，協同行動往往能創造意想不到嘅解決方案。2022年東南亞液化天然氣短缺期間，借鑒國際能源署嘅成熟經驗，中國與中東海灣國家迅速啟動應急聯動，僅用3日就穩定咗市場價格波動。呢種快速響應機制同樣適用於其他領域。面對2023年全球晶圓荒，通過建立中越馬三邊綠色通道，將稀土材料嘅交付週期壓縮到驚人嘅15日。而2024年紅海護航行動更展現出多邊協作嘅深遠意義。三國海軍聯合保障咗全球過半剿肥貿易，證明危機應對不僅需要單點突破，更要構建系統化嘅國際合作網路。喺探討資源安全保障時，技術創新始終係突破瓶頸嘅關鍵驅動力。當前嘅技術演進路徑主要呈現3個維度：勘探開採技術嘅深度突破、資源回圈體系嘅再造升級，以及管理平台嘅智能化轉型。深部礦產勘探技術正突破傳統開採極限，綠色工藝創新顯著降低環境負荷，城市礦山開發將廢棄物轉化為資源寶庫，材料替代研發緩解稀缺性約束，數位萬生系統實現資源全生命週期監控，智慧預警平台則串神經系統管，敏銳捕捉供應鏈風險。呢啲技術突破共同構成咗資源安全保障嘅創新引擎。當我哋談論資源安全嘅時候，勘探同開採技術無疑係打開地下寶庫嘅金鎖匙。先嚟睇深部勘探，通過高精度地球物理探測同3維建模呢啲地質 CT 技術，我哋已經能夠透視地下2000米嘅礦床。膠東半島金礦帶嘅重大發現就係最好例證。呢啲技術正在破解淺層資源日漸枯竭嘅困局。講到開採方式，綠色創新正在改寫傳統採礦嘅劇本。紫金礦業採用嘅高體充填技術
就好似俾礦山做微創手術，唔單止將回收率提到85%以上，更讓鎂礦利用率達到驚人嘅95%，真正實現咗食乾榨淨嘅循環經濟。而喺戰略礦產領域提取技術嘅突破更令人振奮。青海鹽湖通過革命性嘅分離工藝，硬係把鎂鋰比從500:1壓到1:1。呢個大海撈針嘅技術飛躍，直接讓我國鋰資源自給率突破60%大關。呢啲創新就好似精密嘅外科手術，正在從複雜礦物中精準提取出國家發展急需嘅戰略資源。喺資源回圈利用領域，城市礦山開發正展現出驚人潛力。退役動力電池、電子廢棄物呢啲看似無用嘅廢料，通過高效回收網路同分選技術，搖身一變成咗寶貴資源。寧德時代建立嘅電池回收生產線，每年處理10萬噸電池，鎳餘回收率高達99%。呢個相當於從垃圾堆裏挖出咗真金白銀。講到資源替代，材料基因組工程正在改寫遊戲規則，新型合金同陶瓷材料嘅突破，讓我哋逐漸擺脫對鈉、鉋等稀缺金屬嘅依賴。中科院研發嘅稀土永磁替代材料已經用喺軍工領域，唔單止性能達標，仲減少咗30%嘅重稀土用量。呢個就好似俾資源安全上咗道雙保險。工業代謝優化技術更係把資源利用玩出咗新花樣。寶武集團嘅鋼化聯產專案，把焦爐煤氣變成甲醇原料，每年減排200萬噸二氧化碳。呢種變廢為寶嘅智慧，讓整個產業鏈都活咗起嚟。從礦產到產品再到廢料，每個環節嘅物質流都被精準計算，就好似俾工業體系裝上咗智慧導航系統。現代礦產管理正經歷住深刻嘅數字化轉型，通過整合衛星遙感同物聯網感測數據，我哋構建咗覆蓋全國礦產地嘅3維可視化平台。以中國地質調查局嘅地質雲 3.0 為例，呢個系統已經接入咗2.8萬處礦產地數據，實現咗資源儲量嘅動態評估，讓礦產管理從靜態台帳邁入咗實時監測嘅新階段。視線轉向礦山作業現場，5G 與工業互聯網嘅融合正在重塑傳統採礦模式。國家能源集團喺準東煤礦打造嘅首個全流程智慧化工作面，通過無人裝備集群控制，將生產效率提升咗40%。呢個唔單止代表住技術突破，更預示住礦業生產方式嘅根本變革。喺全球供應鏈管理方面，我哋建立咗涵蓋200個礦種嘅供需資料庫，並開發咗基於人工智慧嘅預測模型。中國礦產資源集團正係利用呢個平台，成功規避咗2022年鋰價波動嘅市場風險。呢種智慧化嘅預警機制，為資源安全保障提供咗新嘅解決方案。資源安全戰略嘅最終章，我哋將目光投向未來可能面臨嘅挑戰與解決方案。氣候變化、全球化退潮等新變數正在重塑資源安全格局。呢個既係對現有體系嘅壓力測試，亦都為創新應對機制提供咗契機。氣候變化正在深刻影響住我哋嘅資源安全。全球變暖不僅導致冰川融化、降水模式改變，更讓區域性水資源分布不均問題雪上加霜。以我國北方為例，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呢個促使我哋通過南水北調等工程優化配置，同時大力推廣滴灌等節水農業技術，從源頭減少水資源浪費。極端天氣嘅頻發同樣俾農業生產帶嚟巨大挑戰，洪澇、乾旱等災害直接威脅糧食安全。為此，
培育抗疫作物品種，建立氣候智慧型農業體系，勢在必行。結合衛星遙感技術，實時監測災害風險，能夠讓我哋更主動咁應對呢啲挑戰。能源基礎設施同樣面臨嚴峻考驗，颶風、高溫等災害可能對電網、油氣管道造成破壞。強化設施韌性設計，比如防風加固，成為當務之急。同時，發展光伏、GR1 儲能等分散式可再生能源，可以有效降低集中式系統嘅風險，為能源安全提供更多保障。從呢張圖表中，我哋可以清晰咁睇到，全球人口正呈現加速增長嘅趨勢。2020年全球人口為78億，預計到2050年將突破97億，短短30年間增幅高達24.4%。其中發展中國家係呢一增長嘅主要推動力。隨住人口數量嘅攀升，資源消耗壓力亦都喺成倍增加。如果保持當前嘅人均資源消耗水準，到2050年，全球資源需求將比2020年增長近25%。呢個無疑俾地球資源帶嚟咗巨大挑戰。特別值得關注嘅係水資源問題。喺非洲等地區，人口增長正在加劇水資源短缺嘅困境。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0年，全球近40%嘅人口可能面臨水資源壓力。展望未來，全球人口預計喺2075年達到100億嘅臨界點之後趨於穩定。喺呢個100億人口時代，點樣提高資源分配效率同推動科技創新，將成為實現可持續發展嘅決定性因素。全球化浪潮正在經歷深刻調整，呢俾資源安全保障帶嚟咗全新考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導致關鍵技術資源獲取受阻。典型案例就係晶圓出口管制。面對呢種供應鏈斷鏈風險，我哋正在採取多重應對措施。一方面，建立關鍵礦產戰略儲備，比如稀土120天庫存制度；另一方面，大力扶持本土替代技術研發。碳化矽半導體就係重要突破方向。國際規則體系亦都喺度經歷重構，碳邊境稅等綠色貿易壁壘可能制約傳統產業出口。呢個就要求我哋雙管齊下。既要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爭取喺 ISO、碳中和認證等規則制定中掌握話語權，同時要加快推動鋼鐵、水泥等高耗能行業嘅低碳技術改造。值得關注嘅係，數據資源正係成為新嘅戰略競爭焦點。為此，我哋正在推進東數西算工程嚟構建自主可控嘅雲計算體系，同時通過立法完善跨境數據流動管理規範。呢啲舉措都係為咗喺數字時代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參考嘅資料：一、學術搜尋引擎 Google 學術、百度學術專業資料庫。醫學用 PubMed， 計算機用 ACM， 經濟數據用國家統計局。二、學術社交平台 ResearchGate、Academia.edu。 近10年，中國 GDP 增長率呈波動下降趨勢。三、深度求索 DeepSeek， 智慧工具，運用先進技術整合國家安全領域嘅多維數據，提供便捷查詢。通過今日嘅分享，希望能夠為大家打開資源安全戰略嘅新視角。未來我哋將持續關注呢一領域嘅動態發展，期待同各位共同探索更多可能性。謝謝大家。